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广东人咧讲下啦吼，今日他个人如果提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但是你这个题目其实对动物来讲啊，帮人讲毛小孩吼，那个有毛生人来讲啊，帮其实一定嘛要有人去讲下，怎么呢？因为你有时可能会有一些疏失的问题的时间，一定要希望讲有配得下来讲出。在2016年的时间，我哋平东过去太好嘅初一数学医学中心都成立咧，因为中心最主要嘅咯，都係外等咧。我哋講有毛生人嘅講血同輸血嘅兩部分。我哋今日有上到來賓咯，喺我哋屏東過去睇學蔡宜倫教授，還有位同學、有位學生嘅，我哋芪水之來到現場，所以同人講，有位我哋嘅輸血嘅醫學中心，亦都在做乜成立，啊，中間有乜嘅過程？我哋馬上放嚟今日來賓蔡宜倫、蔡教授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蔡宜倫。好，同時也要學生啊，芪水之吼，水之來到現場，水之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女僕嘅芪水之。今日可以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其實捐血這件事情對人來講嘅話，其實已經歸從未看到嘛，但是我哋有時就會談到，譬如講我哋啲毛小孩，跟譬如結尾啦，會有一種捐血的狗，但是我哋喺屏東來講嘅話，想請問一下我哋告訴當初為什麼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獸醫的輸血醫學中心呢？成立的契機應該是。漸漸的，我們已經把這些毛小孩當作我們的家人，那他們在醫療上也會有他們的需求，所以呢，我們去想一想說，在人的醫療裡面捐輸血這件事情，事實上已經常年進行下來，已經是好像很平常的。但是動物的話，事實上它還會有其他的困難，因為不像人，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要捐血，那動物該怎麼辦？那缺血的時候該怎麼辦？所以呢，我們也希望像人一樣，就是做像人一樣的這種公益的方式。然後呢，除了去照顧這個需要血液的動物，那這些能夠捐血的動物，他們是不是也要照顧到他們的健康、他們的福祉？然後呢，透過這樣的中心，然後讓這個血品這些品質可以是高品質的，然後切合的醫療的這個需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初想要成立這個輸血醫學中心，特別是為動物的醫療做一個利基。這樣一般來說，我們的日常，譬如說用到我們的毛小孩需要輸血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多嗎？有時候都是很緊急的，比如說他要做手術，或者是說有時候車禍啦，很臨時的急救。那再來就是說，像比較現在有一些慢性的，像是腫瘤啦、開刀啦，然後還有就是毛小孩比較常見的這種病媒介的血液寄生蟲造成的貧血，其實蠻多項目都可能會需要輸血的。但是剛才講我以前把我那一啲資料，我哋說算是一個輸血中心的時候，其實當發生安的事情的話，其實很多毛小孩真的就是聽天由命了，然後就是因為完全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算是中心，或者是像我們的捐血中心這樣子的一個機構的話，其實很多時候這種事情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再去挽回。其實上有一些醫院，它會有一些自己養的這個比較大一點的狗狗或是貓咪，可是就只有幾隻嘛。那真的有醫療需求的時候，其實這樣的數量是不夠的，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在一些網絡上啦，或者說常常聽到說，我很着急，需要有可以捐血的動物這樣，所以就會像人一樣，我們事實上就會去思考說，是不是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中心，然後讓它變成一個有系統的，那這樣需要用血的時候，立刻就有很高品質的血品可以去使用，然後也可以讓我們捐血的動物平常就可以有很好的健康照護。我真係認為真係幾重要嘅一件事情。但是我要成立一個醫學中心以前的話，是不是有參考就是說國外的一些成立的案例，還是說其實完全是針對於我們國內的一個狀況來成立這樣子的一個輸血醫學中心呢？成立之前，我就有先到比較鄰近的國家，像是泰國的農業大學 Kasesa University。那一開始是想說，我們東南亞就是有這樣的單位嗎？那是有的哦，那當我去看了之後，再加上說台灣是真的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自己是从美国的学校毕业的，那我的学校是美国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那也是非常算是很 top 的学校。那其实在我要毕业那时候，学校就有这样的 blood bank，animal blood bank， 动物的血液银行或者说动物的血库。所以我就认为说，如果我们台湾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要的单位，我们应该是要最 top 的这个方式来做。所以等于是我将美国的这一套算整个都搬回来了，从这个捐血犬猫的筛选条件，一直到捐血的过程，然后如何的去保存这些血品，到最后输注到需要的动物身上，这一整套就是 follow Davis 的。那只是说因为国家的不同嘛，那我们国内的这些犬猫 size 都比较小，我们都比较小只一点，那没有像国外体型这么大，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常见的传染病，还有一些血液寄生虫的感染，那需要筛检的病源不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有做了一些适应我们国内的调整。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其实可能是不是跟我们人一样，就是说猫狗是不是也有分血型，然后它们的血型也是要跟人一样是要搭配的才能够输血的？对，事实上，跟人的这个概念是蛮接近的，但是动物的血型又是蛮特殊的啦。那如果说以狗来说好了，那比如说我就想说，狗的红血球，就是一颗一颗红血球，那红血球上面它事实上有一些抗原，那基本上它是有8型，只是里面呢最重要的叫做红血球表面抗原第1型。那第1型是在临床上最重要的这一型，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检验会以这一型为主。如果有这个抗原的，我们就称它为阳性的狗狗；那如果没有这个抗原，就是阴性的狗狗。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偶尔会听到的。那之后呢，就会针对它的血型要做一个配对啦，然后看看是不是血型是相同的，或者是说其他的交叉配对试验，因为它比较复杂。我刚刚讲说红血球表面有各种不同的抗原，第1型是最重要，可是还有其他型啊。那出现的话该怎么办？因为如果抗原跟抗体结合，红血球就会破掉，那就不适合输血嘛。所以这个部分算是比较复杂。那动物就是都会建议，就是除了血型的检测，还要做交叉配对，来防止其他型造成的这个输血的反应。可是按照糖红来吼，按照讲毛小孩的那种输血的配对，其实比俺的人呢个复杂呢吼。甲一般来讲法，叫那个譬如说头痛人咧身上有讲到讲，譬如要不医学中心地方，除了俺的那血，俺的讲俺的捐的血的一个保存之外，它其实还有那个所谓的我们的算是我们 donate 那个它的一个算是照顾吧。是不是？你看这个照顾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去照顾这些捐血的猫跟狗的意思吗？还是说如何教我们的饲主如何去照顾它们？应该是说，如果想要带它来捐血，那我们主人也会怕说，那会不会造成我的狗狗或猫咪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其实就设计了一系列的一个，等于是说我们如何成为捐血勇士的4步骤。那第一步骤就是比如说还是先以狗狗为例好了。那狗狗它是要1到8岁之间，然后20公斤以上。那平常的话，它是需要就是有定期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然后还有这个寄生虫的一个驱虫药的平常都要给予。然后呢，它这个时候是没有一些临床的疾病，没有服用药物，而且之前并没有接受过输血，这才是报名资格。为什么没有输血过的才可以啊？他说之前如果有输注过，他可能体内的血浆当中会产生一些抗体，那这样在后面会可能影响到不容易配对成功。而且我刚刚提到这只是第1步，那第2步的话，我们就要去回顾说这个动物它过去有没有一些病史，有没有一些严重的疾病，然后再来，其实我们会趁这个时候去看看这个动物是不是个性比较稳定，那是不是适合来捐血。
可是这样子挑下来还有吗？有呢，还有第三步骤哦，就是当这样子觉得可以了，那我们就真的会抽一点点血液，可能0.5到1cc，先检查这个动物是不是等于是它的血液的检查、血清生化学的检查，还有就是平常常见的病原是不是有存在，这些要都通过，它才有办法真的捐出血液来。哇，真的不简单呢哈！其实比起人来说，真的是周易的合格的可以去感谢的各位来讲的话，真是无简单。唔得要头好壮壮吼，甚至马个所有的身体的所有机能都规划。可是这样筛选下来，应该不多了吧？会比较少，但是呢，其实还有他捐血出来，我们就想要测他的血型啊，然后再确定一些病原是确定 OK 的。我们才会把这样子的高品质的血品让人家使用。那我这边可能也稍微讲一下，它跟人不太一样。人的话就会是先捐血，对，因为人捐血是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那捐了之后，事实上我们的捐血中心它会再帮我们去做一些病原的筛检。那真的不适用了血液，事实上它也是会丢弃的。那只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毛小孩，其实主人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可是我又担心我的毛小孩如果身体不好，他又不会说话。所以前面做这些步骤，事实上就是保障我们这些捐血的毛小孩，他是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他才可以捐血。那如果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有一些病原的感染，也等于是说，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看医生？同时，你等于讲伊检出来血水嘛，只是还有点保证的啦，我真的像营养的都只是直接喝。可是谈到一边，如果发现到讲，其实我哋嘅有某位生意呢，讲下一个事情，真的是冇简单。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嗰件太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科技大學初二數學醫學中心嘅蔡依倫教授，還有一學生嘅齊水之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也為暑假嘅醫學中心嘅當初成立嘅過程。我想問一下水之，因為其實這個題也俾醫學中心裡邊嘛有負責一些工作啦，嚇。你咪同人講，這個當初來到我哋呢也為醫學中心嘅時間，你接觸到嘅啲經驗係乜嘅好冇？就一開始啊，我睇醫學中心嘅時間，就係做一些小雜事，同欣賞拿東西去下，然後去做一些比較基本的事情。不過看到按多嘅叫別同沒有來，我哋暑假中心也是感到很感動，可以歡喜一點，願意做按樣嘅事情。怎麼嚟講呢？因為也係比較有熱心、比較有愛心的一件事啦。一般來講啊，人哋講其實教會啊，其實我講啊，我怪啦哈。但是我講，但是我插整一件事情，對教會來講嘅話，伊就愛花幾多時間去適應冇？醫生啊，同一定嘅主人就會把他抱住，抱得很好，然後讓他手可以伸出來，這樣可以被抽血捐血。嗰時教會嘛係從營養嘅，係對輸養嘅嘅血管點樣出血係咪？如果捐血的話是脖子這裡，捐血是脖子，然後出血就是用手或者是腳，就看他的狀況。好，但我嗰好難喎，但咩會幫用嘅呀？沒有就要鎮靜，就同一次一起有給。好，比方過輕一些咯，因為其實每位反應其實係過大嘅。咁從而家來講嘅話，你哋醫學中心地方，你哋一般嘅服務嘅項目有哪啲啊？第一個就係譬如醫院嘅，過來我哋鴉片來拿一點需要嘅血。第二個就係我哋一點就拿切割來拿血安尼。第三個就係我們會找一些配合的栽培公司，這樣送過去。他們因為一個血就像同埋我哋欣賞講嘅
要做一些配对，所以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只有1天，然后我们配对完之后回去，总共大概要3天。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血小板。那血小板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凝血啊，然后让他们如果比较需要一点血浆什么的，会比较多是靠这个血小板的。古时候安尼看好了，其实也要医学中心其实服务的范围归台呢哈。那些部分我想要请问一下高叔公，像你刚刚有其实前面提到的转诊输血跟亲来送件取件这件事情，现在应该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对象是会仅限于，譬如说我们的动物医院啊，或者是动物诊所，还是说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取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血品它是专门给临床使用，是，所以就算是民众带着血液要来配对，然后希望可以有这个血品可以使用，我们都还是会记录下他的医院、他的主治医师。我们希望说，也跟医师稍微知道一下，他是要做什么用途，来选择比较适合的血品。所以这个部分它是一定，就是说血品一定是用在临床的使用上。是，所以说不是说今天我觉得我的毛小孩需要，我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取件的一个过程那样子。不行，他一定要有他的医师。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譬如说像毛小孩的血液来说的话，因为刚刚有个宅配到院这样子的事情嘛，哈，那它也是要，譬如说是一种所谓的冷冻的状况之下的一种所谓的冷冻链才可以过去吗？还是说一般的室温就可以？如果是就要看它的血品是什么。如果它是全血，等于是说我们抽出来的血液包含所有的这个内涵。那或者是说红血球浓厚液这样的血品，那它都是要在4度C 之下。事实上4度C 之下是最困难的，因为你很难保证它的4度C， 所以我们之前事实上都有曾经测试过，等于是 data log 记录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介于1度到10度之内，我们在运送过程是可以介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就像人医的一个标准一样，是，所以说它要这个算是特殊的专门的运送的一个机构吗？我们是有跟宅配的公司去讲说这个是动物的血品，所以会请他们特别的去照顾。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运送过程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包装，还有里面做的一些维持它4度C 的这些东西冰雹啦等等的，这等于说包装也会有特殊的需求，然后再配合宅配公司，让他们知道说这个是动物的血品。嗰時我哋談空來講嘛，其實你一服務項目是幾多，其實嘛係幾專業嘅部分咯。一般嚟講嘅話，我哋嗰啲要冇聲音，然後貓貓狗狗嚟講嘅話，一叫可以減下100啊。2張也可以減100。2張2個月，這跟人差不多嘛。哦，那等於如果2張以後的話，我就可以再捐嗎？還是說其實我們還是希望說它可以再休息久一點？2個月應該已經蠻足夠，事實上應該是1個月就可以，因為像狗狗的話，我們並沒有鎮靜，是，所以它事實上不需要等那麼久。那只是說在我們中心，也就是希望說動物可以不用只是為了捐血而來，就是可以稍微的，就是休息的久一點，然後讓它恢復得更好之後再過來。那一般的毛小孩捐完血之後，也要有特殊的營養的安排嗎？應該是正常就可以了，但是我們中心有跟許多業界跟我們想法很接近的，那他們都有就是準備了很多好吃的飼料啦，會有很多，然後還會有驅蟲的這些，等於是業界對於這樣公益的一個捐血，他們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毛小孩捐血可以帶好多東西回家，也算是一個營養的補充啦。是，一般來講嘅話，一次的捐血哈，價位每位差唔多可以多啊？價位就差唔多250毫升。價位250，每位呢？每位就50毫升。哦，沒有過4張啦哈，夠少。沒有50毫升。可是我想問一下老師，因為他剛剛講說狗250，貓50，可是那這樣子貓要多少隻貓才會湊到一個足夠的量啊？沒有，因為貓本來體型就比較小，
所以我们是看它的体型，一般我们在临床使用会需要输多少血来定这个到底要捐多少。是。所以狗比较大只嘛，那猫咪没有到那么大的。对，没有错。其实猫本来比较小，所以它可能需要的量也是比较少一点。好，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刚刚老师已经有提过，就是说其实真的要当一个热血的捐血猫狗实在是不容易本身的体质就要非常的健康。像这样子的招募活动来讲的话，应该讲，做一点啊的讲养下的毛小孩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啊？就像同满性上工可以拿到很多的饲料，然后因为我哋养下以前要先做一个健康检查，如果更加提脑部嘅通不一样啊，做按多嘅检查就很多钱啊，来我哋来养下就唔是钱，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呀狗啊同猫嘅身体嘅状况用的案例，等于如果其实也要过程其实关两条啦，哈，可是等于如果你这个二了周围的真实的可以感下的算是热血毛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帮你做了一次全身性的一个身体检查。那可是问题是，我想请问一下，譬如说这样子的一个毛小孩，他的要求是这么的严格，那一般现在我们台湾的算是宠物犬来说的话，它的量够吗？有没有需要说它有一些招募的活动，去让更多的算是毛小孩的一个饲主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呢？能够捐血的毛小孩真的是很不容易，对，所以一直以来都会是缺血的状态。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招募的活动啦，或者是说借由这个福气来了这样的一个这么优质的一个节目，让我们把这样子的声音、这样的需求跟大家说。那就是有饲养毛小孩的这些家长们，那如果说你的毛小孩他可能会符合我们的需求，就赶快来跟我们联络，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一般来说，我们除了就是说一般的活动里面会参加之外，我们通常在透过哪些媒介去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啊？应该说刚创办那时候有尝试过比较多的活动，那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人他都会有养这个就是伴侣动物嘛，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比较集中是在比如说一些宠物用品展。那它的比较大型，那有这个需求的家长们，他就会去参加。那再来就是说，渐渐的我会觉得说，它不应该只有在兽医这个领域，它会太过局限。我觉得应该要踏出来，让民众越来越知道我们，然后对这个捐血的内容啦、怎么做啦，越来越清楚。所以就是渐渐的，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多媒体这些部分可以来让民众都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真的没有错哦，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资讯，你可以让越多人理解的话，其实他们才会透过不同的管道开始去回馈，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有这样的需求哈，只是说，可能在配对的方面，可能就是你们的专业的部分，但是会越来越多人去理解说啊，其实他们的毛小孩也许可以尽一份这样的心力。可是谈下片，你会发现到不，其实干下一件事情哈，其实对狗猫来讲的话，其实比起人来讲的话，係一個困難的事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前太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高級大學廚藝術學醫學中心嘅蔡依倫教授，同時也有學生嘅，我哋呢隨之來到現場來分享講，而家高場地波，我哋呢算是講一下的某些人呢有乜個東西要注意哈。我想請問一下兩位哈，那這樣子在成立的過程到現在，有沒有讓老師經驗，就是說非常有深刻經驗的一些事情啊？當然有啊，尤其是身為一個獸醫師哦，應該是說在臨床上都會看到貧血的動物啦，或者是需要輸血的動物。那每次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這動物很可憐啊。
那在经过这个输血的医疗，那还有就是说，医师对于这个主要的这个病症去做治疗之后，比如说动物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样子变成两眼发光，还可以站起来去外面走动，你就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另外还会有就是从我们创立以来，也会有主人带着他的狗狗。那从一开始就是狗狗大概1岁多，一直捐到现在已经过7年了嘛，狗狗都已经要退休了，然后主人都一直还是都就是除了说狗狗来捐血，那他退役之后都还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我也觉得说非常的感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哈。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譬如像捐血中心啊，像他有时候譬如说捐血10次啊，他是给小徽章啊，然后捐血50次会有一个奖章啊，那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设计嘛？譬如说至少让我的狗狗出去看到那个徽章，大家说哇，这个是个捐血N次的一个捐血狗。有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idea。我们之前是有颁那个感谢状，它是可以有一个感谢状放在家里。然后之前我们有就是比如说像人家的那个几周年庆啊，就会请他们回来啦，然后办一个活动啊。那其实我觉得这都是鼓励这个活动，还有这些鼓励捐血的主人跟毛小孩很好的一个想法。对啊，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对狗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为哈。一方面就是说，你看它要捐到7年，表示说这7年它的身体一定要维持得非常的好，不仅是狗的自己本身的一个努力，其实那个饲主本身也是要非常照顾这个狗。但随之呢，你这个也短时间有冇个什么的经验吗？手艺同好有一只狗的。在平常的时候，伊过牡丹看到眼睛同伊狗啊，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强到会变起来。不过建议伊摕减下个时间，就会勇敢坐在那边分真的啊，欣赏，对，减下。然后是因为主人抱着吧？不过眼睛同伊狗的时间没过牡丹嘛。你这个有学给我们没有吗？哦，有学2只没有呗？有学到没有？你是猫派的，知道吧？但你这个会把你这个没有去训练成啊，可以讲下的，我讲你写的，我讲某些人的嘛。我想不过听我读大学，你入学之后一定就失去那个资格的。怎么了？你一定退路呗。年事已高。不过我也会同那个同学啊、那个朋友讲，唔定假使有学叫的同没有的，可以来参加按那个发通啊。这部分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因为其实我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输血中心其实有跟其他的动物医院做合作嘛，哈，那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那算是一个模式呢？从就是创立这个中心以来，那当然一开始一定是在屏科大的兽医输血医学中心，那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只在屏东啊，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去做推广。那所以呢，就跟比较大型的，比如说是后送的这种比较大型的医院，甚至是24小时，它有一些急诊的方式的这些医院来做合作。那目前来说呢，应该是合作的方式主要还是先借用它的场地啦。那就是说，比如说台中啦，或是高雄，那当地的一些动物它有想要捐血。那我们就是屏科大的兽医教学医院的这些兽医师，我们就会轮流，然后派驻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他们主人约好了时间，在这些医院里面去做捐血的动作。那捐完了血液呢，整套的后面的流程，事实上还是回归到屏科大的这个部分，因为血品的品质啦、安全啦，它是需要去维护的，所以这个是需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个目前是这样。那最近的这1-2年呢，我就在思考说，如果只是这样，应该是不够，所以我们进入了第2个阶段哈，那我们就会是希望这些有需求的这个单位，那他们又是比较后送的单位，如果他们愿意去投资，像是血库专用的冰箱。那我们这样的高品质的血品就可以
不是只有放在屏科大，它可以放在这些地方，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取用。这样的话就不会像刚刚睿智提到的这些项目里面，有些都要花到2-3天血品才会到达得了，才能够做使用。所以这是目前我应该会去进行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可以推动的，那将来我相信我们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技术的转移，希望是我们这样的捐血的方式可以推广到不同的地区，那不只是高雄，不只是台中，甚至是台北，那这些远的地方就可以不是只有局限在我们屏东，它可以扩展到全台湾，有动物的需求的地方都可以用得上。等于如讲啊，虽然讲的总是喺个屏东啦哈，但是讲慢慢的一步一步讲，俺可以无同样的地方都可以接受捐血的部分，比如说高雄啦、台中啊，甚至未来可以到台北。好，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可以合作的一个所谓的捐血的一个算是医院哈，然后可以让我们可以受捐血的一个范围是越来越大。那第二阶段等于是说，未来他们这些地方也可能都会有一个算是可以储藏血液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说任何血液的一个输出配送的时候都要从屏东这部分来去，到时候可能真的就那边有他自己的血库、一个冰箱，然后台北一个冰箱。取用方面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意思。可是其实等于如果海燕把亚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的范围，唔单止会提南部，慢慢来提中部啊、北部也来台湾方面。那以现在的我们以算是台湾的算是动物的，不管是采血也好、捐血也好来的环境来说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其实是值得再去做进步的一个空间呢？我是会认为说，就是目前来讲，用这样的方式捐血，那血源一定是不够的。那除了我们节目最一开始提到的说，一般医院都会有养几只这个可以比较大型，可能可以捐血的这些狗啦、猫咪啦。那我会觉得说，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扩展，应该还要再更加速一点。才不会有所谓就是偶尔都还是会看到的一些没有办法去照顾到这些捐血动物福祉的这些议题出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也会觉得说像以目前来讲，在法令的部分，像这个算是疾管署，那它定出了这个捐输血的动物的条件，事实上算是非常的基础啦。那我会觉得说它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会认为说以学校先踏出这一步，以学术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兼顾这个公益的一个想法，有让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去进行，也是可以带着这个法令，带着民众一起让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对，你就是说，其实以学术的态度，其实是带领的我们的社会上，不管是观念上的一些风气啦，或者是一些观念上的一些更正哈，或者是一些指导也可以哈，然后慢慢的去引导说，其实我可以收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法令的这一部分。咁一部分啊，提供虽然这个系处以内嘛哈。咁海一般即个，因为更加提下一点啊，算是处以嘅医学中心来工作嘅时间。咁我印象中，海一般变成处以嘅时间，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些捐血、输血这样的行为呢？就像同埋先生讲嘅，在比较紧急的时候会需要按斗给血，所以我是蛮支持，也很佩服老师愿意去发展这样子的捐血中心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对你来讲的话，输血、捐血这件事情，其实在算是人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里面，算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可是对于宠物来说的话，没想到它的一个困难度是那么的高。然后同时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相对成熟的环境去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是有不管是有支持的系统，甚至就是说其实前端可能有很大量的使用的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因为没有支持系统，可能我们这些毛小孩在医疗行为上面，它就可能被终止了。好，可是其实对现场一件也要行为地方，你就因为讲，其实一件事情无简单做。
我跟难做，但是我哋咧欣赏是愿意去做一件事情。咁唔知讲咯，唔知讲因为讲，他一般会做一啲专门去治疗谁痛无的，还是做太痛无的咯？我更加蛮睇想。蛮能想啊，想多长时间？拼一个时间的。那老师呢？老师对于在教学方面，对于所谓的书学这件事情，是希望给小朋友这样什么样子一个观念的？觉得尤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兽医系的学生，我也会觉得说，就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兽医师之前，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对于动物的基本的这些动物福祉的照护，那兽医师应该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基本的认识。那他将来成为兽医师之后，我想这样的观念就是种在他的心里。那将来不管是在他的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影响得非常长远的。那是不是请我们的教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说，假如他们的狗狗、猫猫，我们毛小孩其实符合老师刚刚所说的条件，那他也愿意变成我们的热血的监血的一个毛小孩的话，有怎样的管道可以接触你们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兽医教学医院都有我们的网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输血医学中心它自己的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那都欢迎各位毛小孩的家长们，那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就是 text 我们 message。对于近家的人来讲的话，我哋遐小的几多的狗狗、猫猫，唔单止係我哋小的宠物，其實幾多時間，已變成我哋幾重要嘅啲路客人啊！我從頭我哋先生講嘅，各種即家嘅狗狗、貓貓有身體幾健康嘅，嘛想要做一件事情呢，我請我哋呢告訴他們講，我用一聯絡。其實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觀眾看今日節目，我因為講即家嘅狗狗貓貓身體幾健康，唔係有一啲進一步嘅想法吧，可以接觸到我哋嘅先生。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聲來強運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